中文 We gon' rock it, we gon' pop it, we gon' rock it out. Yeah, 你是不能干的，你是不能听的，你是不能跟着我跳。Ni hao. Welcome to lesson 34 of Mandarin Chinese. On today's lesson, we are going to learn about the first part of shopping center dialogue. 两个朋友在商场的谈话。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饰品店或者服装店？服装店。你想要什么风格？我不确定，让我先看一下，我会稍后再确定。两人都去了服装店。售货员微笑着迎接了他们。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美好的一天。我们有复古装、休闲装和现代装，你想试试哪一种？我想看看休闲装。我们有毛衣、无袖衬衫、牛仔裤，你要哪个号码？中号。你有什么样的鞋子？我们有经典运动鞋。你可以给我5号。这些衣服多少钱？2500块，但是我给你打折，2300块。好的，谢谢，我分期付款。好的，谢谢，一路平安。This is the end of our dialogue.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